有個咁嘅局限哦，唔好意思，真係 OK。咁開始咯喎啊 OK。首先咧，今日我加咗少少內容，咁我簡單介紹一下點解關於俄羅斯嘅體育，因為其實都係我一個研究嘅範疇嚟嘅。咁但係喺香港嚟講，好少人係會了解佢點解咁犀利嘅。咁首先我介紹第一樣嘢啦，呢個叫做 GTO 啦，如果翻譯做英文叫 GTO 啦，咁其實好耐歷史㗎啦。咁啊，1931年已經有嘅，其實咧而家都仲有嘅，係一個全民健身嘅一個計劃嚟嘅。咁以前嚟講咧，目的係為咗即係話全民健身，可以揾到一啲人可以嚟講服務喺軍隊啊、勞動啊，仲有嚟講就係揾到一啲精英運動員嘅即係有潛質成為精英運動員嘅人嘅。咁啊，好耐歷史㗎啦。咁啊，但係去到後來蘇聯解體之後咧，就無疾而終，取消咗。跟住咧，但係去到2014年嗰陣時係一個轉捩點喎，因為嗰陣時辦索契冬季奧運會，咁嗰陣時嘅總統普京就下令咧，就將呢個計劃咧就重新恢復，同埋做一啲更新嘅。咁咧幾科學嘅，簡單嚟講，佢將男將女咧就分咗有11個 age group，咁其實自然性質嘅。好簡單，你上網做，你可以上網去做登記啦。登記咗之後咧，全國每個點咧，即係唔同嘅城市啊，都會有一啲點係俾你去做測試嘅。做咗測驗之後，定期有啲係定期啦，有啲係可能有駐場嘅人去做測驗啦，係做一啲好簡單嘅體能嘅。但係咧簡單嘅體能得嚟咧，佢好專門性嘅，有一啲即係唔係話一般人可以咁容易做得到嘅，即係例如舉壺鈴啦，可能要舉40次咁啊，有金章啊咁樣啦。跟住有啲係專門性，有啲係一般性嘅。專門性有啲係甚至係射擊啊，甚至係滑雪，再加射擊啊、投彈啊呢啲咁嘅嘢嘅，甚至可能係游泳之後再射擊咁樣啦。跟住定期咧就會你達到個標準之後咧，就可以攞金銀銅啦。咁啊就政府會有 official 嘅證書啊，有獎章啊，跟住仲有一啲儀式就會表揚嘅。但係咧全部都係自願性質嘅。咁啊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政策。咁我都有幸咧3年前我留學嗰陣時，我做過一次 GTO 嘅裁判。咁所以我比較了解呢樣嘢。OK， 咁啊，亦都因為呢個政策之下，喺全國喺俄羅斯咧，好多地方就會起咗一啲比較簡單啲嘅即係自己訓練嘅一啲器械啦。咁亦都你見呢度有吉祥物啊，有指示啊咁嘅嘢。呢個係俄羅斯體育近呢10年嘅一個重大嘅轉變。係點解咧？以前咧 GTO 係為咗精英體育嘅。而家係為咗全民體育嘅，所以嚟講咧，個路向有啲唔同咗咁啊，定期有測驗啊，你見其實都有一啲係比較困難嘅，例如舉呢個壺鈴啦，左上角舉壺鈴，要舉40次先至可以金㗎，有少少困難㗎咁但係佢就做得喺俄羅斯人嚟講好中意呢啲運動嘅咁啊，呢個係3年前我喺第19屆世界學生與青年聯歡節嗰陣時咧，擔任 GTO 嘅裁判啦。咁嗰陣時嚟講，測試嘅人就唔淨止俄羅斯人嘅，全世界嚟參加呢個聯歡節嘅參加者咧，我都有測試過嘅好，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上次我都講過，喺俄羅斯最 popular 嘅係冰球啦，即係冰上曲棍球啦。其實嚟講咧，大家知唔知其實世界上最大嘅冰上即係冰球嘅聯賽，知唔知叫乜嘢啊？世界上最大嘅，唔喺俄羅斯嘅，喺歐美國家嘅，即係呢個冰球聯賽。有冇聽過NHL 北美冰球聯賽啊？大家有冇聽過啊？可以打 yes， 可以打 no。嗯哼。咩意思咧？即係國家佢可能會信咗呢樣嘢，但係佢係有理由信嘅。咁所以佢唔係唔可以動，只不過佢覺得你動。咁咧，好大分別。
加拿大咧同埋美國咧有個叫北美冰球聯賽嘅，咁但係喺俄羅斯咧已經有咗12年嘅歷史，叫做KHL 就即係呢個大陸冰球聯賽啊。咁啊，大陸冰球聯賽係喺俄羅斯好 popular 嘅，點解啊？因為差唔多每一晚電視都會轉播嘅。咁唔單止淨係俄羅斯嘅，有俄羅斯啊、白羅斯啊、哈薩克啊、拉脫維亞、芬蘭同埋中國係有一支叫昆龍紅星嘅球隊。以前仲有係斯洛伐克嘅，咁但係斯洛伐克嗰支球隊早嗰1年前，因為經費問題，佢就唔參加呢個聯賽啦。咁每一年都會有2個杯賽嘅，一個叫做加加林杯，另外一個係類似聯賽杯咁樣，亦好似 NBA 咁樣有常規賽、有季後賽，亦都有明星賽嘅。咁係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聯賽，喺俄羅斯嚟講咧，差唔多係每一個人都會去睇嘅。如果你同俄羅斯人講起俄羅斯體育嘅，其實嚟講就係KHL 係最重要嘅一個比賽。如果你唔知道有呢個比賽嘅，就唔算叫做係俄羅斯人啦咁樣樣。OK， 好，跟住咧，你見到呢個早2年啦，早2年明星賽就去咗哈薩克阿斯達納，即係阿斯達納上面，即係佢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凍嘅首都嘅。咁啊，辦咗次明星賽啊，咁幾有趣嘅好，跟住就第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咯喎。咁俄羅斯計埋前蘇聯，其實嚟講總共辦咗1次啦、2次啦、3次嘅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喺香港好似嚟講唔係咁重視，因為可能香港嘅體育水平相對嚟講唔係話太高。但係喺世界嚟講，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好緊要，因為如果你係大學生嘅，你係17到25歲嘅，你係有機會可以代表你嘅國家去參加呢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有冬季有夏季嘅啊。我就2013年就第一次去俄羅斯，就係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嘅做裁判啦。2017年喺台北嘅世界大學運動會都係做裁判。咁咧，舊年咧喺俄羅斯又辦咗次世界大學生冬季運動會，辦得都相當之成功嘅。咁附帶一提啦，如果你哋係想將來有機會咧，想去做 volunteer， 即係喺運動上面嘅 volunteer 咧，你哋3年之後係有個機會㗎。喺呢個照樣都係俄羅斯嘅，俄羅斯嘅呢個歐亞交界嘅城市啦，葉卡捷琳堡就有一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點解咁密呢？因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係每2年1屆嘅，每2年1次冬季，每2年1次夏季嘅。今年喺呢個舊年就啱啱辦過嚟嘅。咁舊年有辦冬季就喺俄羅斯啦，呢個叫做 Krasnoyarsk 啦。咁喺夏季咧就係拿波里，意大利拿波里辦過嘅。咁你哋可以留意一下，因為即係俄羅斯辦嘅運動會都唔會差嘅，同埋嚟講會包你呢個食宿嘅，即係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呢個住宿嘅問題啦。同埋嚟講喺夏季嚟講咧，一啲都唔凍嘅。有時涼，有時比較熱啲，但係即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機會啦。有埋好靚嘅制服啊，有埋呢個食宿嘅機會啊，仲有你可以識到好多國際嘅朋友啊，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我好推薦你哋參加，條 link 我就擺咗喺個 PowerPoint 嗰度㗎啦。你哋去留意一下。OK， 好，跟住之後咧，俄羅斯其實都有若干嘅一啲體育相關嘅電影啦。咁我都可以介紹俾你，有啲你可以網上可以睇得到嘅。第一套4年前啦，唱片安妮啦 ，Bisteye Visha Sinine 即係解禁冠軍啦。唱片 ons Higher Faster and Stronger。咁講有3個世界冠軍、奧運冠軍級嘅運動員啦，一個叫霍堅娜啦，即係霍爾金娜啦，以前喺20年前紅白世界高低槓啦，攞咗非常之多塊嘅奧運同埋呢個世界錦標賽嘅高低槓嘅冠軍。霍堅娜而家係國會議員嚟嘅，非常之出名啦。另外波波夫啦，波波夫就游泳運動員啦。咁
咁另外就係有一個可能大家比較陌生啲嘅加列年，加列年係摔跤嘅，係比較早啲嘅。咁啊1992年之後，跟住佢就退役㗎啦咁但係佢喺俄羅斯嘅影響好大嘅。呢一套電影大家自己上網可以睇，有埋拎俾你㗎啦。另外一套就係7年前嘅，呢套相當之好睇，呢個極之推薦都係有拎俾你嘅。簡單嚟講就係講前蘇聯傳奇冰球運動員啦哈拉莫夫啦，Valeri Borisovic 就呢個死咗㗎啦。咁係一個非常之傳奇嘅冰球運動員，同埋嚟講嗰陣時以前蘇聯同加拿大打過一系列對抗賽嘅，咁互有勝負，咁呢個係一個傳奇嚟嘅非常之推薦大家去睇。第三套就係兩年前多少少啦，係1972年講1972年咧呢個蘇聯喺1972年即係慕尼黑奧運會上面咧就打贏美國，咁但係好有爭議嘅，點解咧？因為佢呢個打贏美國咧係中間出現過咧3次延長2秒嘅，咁亦都係唯一一次，應該係唯一一次蘇聯打敗美國嘅啦。當然當時嚟講咧，美國去參加呢個奧運會就唔係 NBA 陣容嚟嘅，係啲大學生陣容嚟嘅，但係都好強嘅，亦都建議大家有機會去睇下網上嘅 link 就應該冇啦，但係如果你喺中國大陸嗰啲有啲網站咧，你可以抄到啲方法 download 呢個片嘅，同埋我記得都係台灣都放過播過呢個電影嘅真係有少少即係幾好睇，雖然就比較舊啲，但係嚟講都好，即係故事比較舊啲，但係都好好睇嘅。好啦，嗱今日咧翻去正題咯喎，嗱今日都係講俄羅斯，但係咧我哋會擴大個範圍，就係話咧其實俄羅斯入邊好多民族嘅，俄羅斯唔係淨係得俄羅斯人嘅，咁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民族。簡單嚟講就係話，你會見到喺俄羅斯入邊咧啲人咧膚色可能有機會係唔同嘅，眼珠嘅顏色有唔同嘅，頭髮嘅顏色係唔同嘅，但係嚟講都係叫做俄羅斯人。咁呢個叫廣義嘅俄羅斯人，狹義嘅俄羅斯人咧，其實就真係俄羅斯人啦。咁但係好多年咧，去到隔咗咁多幾百年咧，其實你都好難講得清邊一個叫純種嘅俄羅斯人，邊一個係混血嘅俄羅斯人。基本上咩膚色咩頭髮顏色咩紅顏色都係俄羅斯人，因為大家都係講俄文。當然佢哋可能有機會就有自己嘅語文。所以俄羅斯咧就係一個咁有趣嘅國家嚟嘅。咁仲有咧，今日第2 part 我都會講點樣我用俄文做一啲簡單嘅打個招呼即係早晨你好對唔住等等呢啲咁嘅嘢我會教你點樣講放心我會好慢慢咁樣好清楚咁樣教好啦嗱。首先嚟講咧，俄羅斯咁多種少數民族，今次我會專門介紹塔坦啦、薩哈啦，即係呢個雅庫斯亞啦，同埋嚟講高加索人。咁仲有咧，我會講一啲俄羅斯嘅城市嘅，關於例如最出名嘅一個塔坦嘅城市叫他山啦，我都去過好多次㗎啦。咁仲有北高加索上面我以前留學嘅城市索契啦。咁另外咧。喺北高加索有5個好細嘅城市，但係俄羅斯人係非常之中意去度假嘅，亦都入邊啲礦泉水係全俄羅斯有名嘅今日我就會講呢啲城市啦。俄羅斯嘅族群其實上次我大致上都講過啦，超過180個族群啦。簡單嚟講可以分類嘅最少有6大嘅族群，當然仲可以再多嘅，有突厥人啦。突厥人其實嚟講，某個程度即係同土耳其嘅語言係大家相關啦。最多係塔坦人啦，跟住咧你見到有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阿塞拜疆咁呢啲其實你都可能都會聽過嘅。咁但係喺入邊咧仲有其他一啲人，例如最多嘅係雅庫斯啦，陣間我會講噶啦。高加索人係一個大種類啦，簡單嚟講住喺我以前索契周圍嗰啲山區高原草原近海嘅地區嘅人係高加索係好特殊嘅，因為高加索100幾個民族，
號稱百幾個民族、百幾種語言，大家可以唔共通嘅，好得意嘅。有歐人啦，有歐人，有亞美尼亞啦，有拉脫維亞啦、摩爾多亞啦，甚至有猶太人。斯拉夫人唔需要講啦，即係俄羅斯人啦，即係烏克蘭人啦，即係白羅斯人啦，仲有啲係波蘭人啦。咁啊，烏拉人咧係乜嘢咧？烏拉人同佢個語言係同芬蘭咧有啲關係嘅，有啲薩米啊，有啲愛沙尼亞等等啊，呢啲都係叫烏拉人。簡單嚟講，佢用語言去區分。仲有蒙古人喎，蒙古人當然嚟講就係嚟自以前嘅蒙古啦，但係嚟講咧，佢哋咧佢哋嗰個範圍唔單止淨係亞洲嘅，喺我住嘅地方咧，附近咧都有一個州咧係蒙古人嘅，但係佢哋當然嚟講俄文啦，佢哋嘅宗教咧就係佛教嘅，啊好得意喎！喺歐洲竟然有佛教，有個佛教嘅行政區喎啊！就係咁得意啦，呢個就俄羅斯啦啊！嗱，呢個圖啊，我 show 過俾你睇啦啊！咁我唔特別多講，其實有分遠東，有分西伯利亞，有分烏拉爾即中間呢個歐亞交界啦，有分呢個列寧格勒啦，有莫斯科啦，有呢個諾夫哥拿，即係呢個諾夫哥拿德啦啊，同埋咧我嘅地方高加索，即係西南地方啊！咁大個地方自然有咁多個民族。嗱，我show 翻呢張圖俾你啦。呢個係蘇聯時代嘅圖，蘇聯時代嘅，因為15個國家，大家數唔數到？大家有冇概念？蘇聯以前係邊15個國家？有冇啲？大家有冇印象？雖然可能大家咧即係出世都唔會係冇可能係蘇聯時代㗎啦。但係我希望大家有個概念，因為如果大家有個咁嘅概念咧，你就會明白點解俄羅斯入邊好多時咧，到而家佢都好想係將周圍嗰啲地方都當係佢勢力範圍，或者嚟講點解佢哋分咗咁多個國家，但係佢哋都會係有一種聯繫喺度啊？數唔數到15個國家？嗱，15個國家咧，好簡單，15個國家我都可以打呢個名啦。15個國家首先有3個啦，就係俄羅斯啦、烏克蘭啦、白羅斯啦，3個啦。跟住高加索有3個國家咯，格魯吉亞啦、亞美尼亞啦、阿塞拜疆啦，啊呢啲國家嘅簡稱啦。嗱，跟住中亞有5個國家啦，中亞有哈薩克啦。有烏茲別克啦，有呢個吉爾吉斯啊，吉爾吉斯我唔記得咗係點個簡寫係點樣寫，我打個 K 字啦。有呢個塔吉克啦、塔吉坦啦、TGK 啦，有呢個仲有一個叫做土庫曼啊，土庫曼我打個 T 啦。土庫曼係俄羅斯人都好難入得到去嘅，甚至有機會簽證唔批嘅，係一個好神秘嘅國家嚟嘅。咁仲有波羅的海有3個國家啦。有呢個愛沙尼亞啦、Estonia ESA 啦，有呢個拉脫維亞啦，有呢個立陶宛。立陶宛嘅 country code 係我唔係好記得。立陶宛我打個 L 啦。嗱，而家1、2、3、4、5、6、7、8、9、10、11、12、13、14啊，仲有個好多人忽略咗個國家，就叫做蒙多華啦。MOV，OK，MOD 啊，咁啊摩爾多亞喺烏克蘭同埋羅馬尼亞之間嘅，其實佢啲人咧都係主要嚟講係講2種語言，一個係講羅馬尼亞語，一個係講俄文，咁啊總共呢15個國家。咁你知道有15個國家，所以佢有咁多民族啦。拆散咗之後咧，因為其實好多民族遷徙之下咧，俄羅斯亦都有好多呢啲人嘅，亦都其他國家亦都有好多俄羅斯人嘅啊。咁所以嚟講呢個都係一個呢個問題嚟㗎，因為有啲國家嚟講，佢有啲遷進政策啊，有啲嘅入籍嘅政策一定要規定你講本國語言嘅，但係好多俄羅斯人咧未必識講嗰種語言嘅，所以嚟講亦都會產生好多嗰啲咧可能無國籍啊之類嘅呢啲嘅問題啦啊。咁至於呢個咧就係喺俄羅斯入邊會常用嘅語言啦。你見俄文基本上呢個係 native speaking 嘅橙色嘅就係俄文嘅地區嚟嘅。咁啊，但係你見咧其實好多種語言嘅喺俄羅斯嚟講，即係嗰啲人咧，但係 in general 嚟講，佢哋基本上都識講俄文嘅。你唔識講俄文就冇機會喺俄羅斯即係攞 passport 啊，攞公民權啊咁樣樣。好啦，
首先第一個咧，我會介紹撒哈人啊，撒哈或者通常叫 Yakut 啊。點解我介紹呢個地方咧？因為呢個地方好最出名嗰樣嘢係咩嘢咧？全世界最凍嘅地方嚟嘅，因為咧去到冬天40-50度零下係好 common 嘅，甚至有啲地方去到零下70度嘅。但係雖然係咁低嘅喎，但係照常生活嘅喎，照常返學啊，照常生活啊咁樣樣嘅喎啊。咁咧，你見個樣好似係亞洲人嚟㗎，其實佢哋都就係俄羅斯北邊咧，俄羅斯亞洲西伯利亞北邊咧，即係一啲突厥人嚟嘅。所以嚟講，佢哋嘅語言咧，同土耳其語啊，同阿塞拜疆啊，同哈薩克啊、吉爾吉斯啊，同埋中國嘅新疆嚟講咧，佢會某個程度有啲共通嘅，大家都會聽得明4-5成嘅。咁啊，呢啲就係突厥人嘅特徵嚟㗎。可能佢哋嘅祖先係唔同嘅，但係嚟講咧，個語言咧大家有共通，所以大家要有個認同喺度嘅。咁佢哋當然以前都係游牧民族嚟嘅，咁但係而家當然咧，亦都係部分係游牧民族，亦都部分已經係大部分都已經係俄羅斯化咗，所以佢哋都會講兩種語言嘅啊。咁咧 Yakut 最出名，其中一種最出名嘅就係佢個樂器。個樂器咧有一個叫做 Hormuz， 我 show 俾你睇咯。Hormuz 係點樣樣嘅嘢咧？係一支鐵你見中間呢個圖有一支鐵，咁咧彈佢咧就有聲音嘅。嗱，我會 show 俾你睇呢個 Hormuz 嘅係點樣樣，睇下先。睇先衰啊！睇唔睇到條片啊？大家睇到條片嘅，睇唔到條片嘅就打 no， 睇到條片嘅打 yes， 麻煩你哋啊嚇，唔該。就咁。OK， 係啦，撈散呢個就係我上次咧嗰個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撈散，因為上次我都想用呢個想用，所以我會放 YouTube， 我試下係啦 YouTube。show 出嚟 OK，share 條 YouTube 係啦。OK，我再跳啦嚇。撈散OK 嘛而家？
Can you hear？ 盧生，咦奇怪啦，喂 ，OK， 是，OK， 條片盧生，YouTube 有冇啊 ？YouTube，OK， 哦 YouTube 冇 ，OK， 咁我可能放翻出嚟先啦，係啦，如果咁樣樣，係啦。哦，OK，嗯，點解會咁樣樣呢？咁奇怪真係，係咯 display 有，好唔好意思啊，如果咁樣樣，我就可能嚟講，我 share 條 link 俾你哋睇啦，係啦，如果係咁樣樣，我都真係呢次冇晒辦法，點解會係咁樣樣呢？係咧，skin 有 OK，或者我用 desktop，如果我用 desktop。嗱，OK 啦，咁我唔放啦。如果咁樣樣，係啦，OK，好，去翻 PowerPoint，OK，好，大家睇得到 PowerPoint 啊？OK，very good，very good，好，咁我繼續咯喎，哈哈哈哈。咁真係唔好意思，因為今日咁樣我都唔知點解咧，係咯，下次我再可能要再檢查一次，希望我用我部電腦可以放得到出嚟，真係唔知點解，我都唔知點解，係啦。咁樣咧，另外有一樣嘢就係Yakus 呢個民族，佢最出名咧，佢好運動啦，佢係塑膠，但係佢唔係一般塑膠嚟嘅。佢係咧用棍嘅，兩個人喺一個格咁樣咧，踩住個木格，跟住之後大家去掹呢支棍嘅，咁好激烈㗎，因為我自己喺索契我都玩過呢個運動，唔暴力嘅，好斯文嘅，但係嚟講個力量好犀利㗎。一扯就成個人飛起咗㗎啦！你唔夠力，或者一唔夠力就即刻你支棒就唔見咗。安全嘅運動嚟嘅，咁亦都而家嚟講有世界錦標賽嘅，亦都去到推廣去到美國啊，當然前蘇聯國家為主啦，咁樣啦。呢個叫做 mass wrestling 叫 mass wrestling，mass 我都唔知點解佢叫 mass 但係呢個 wrestling 就好明顯嘅英文去翻譯過嚟嘅。咁呢一個係佢哋一個幾大嘅特色。好啦，跟住咧第二個族群咧就塔坦人，塔坦人相當之重要嘅，因為塔坦人全個俄羅斯都有呢個塔坦人。咁咧其實塔坦人某個程度嚟講咧，就嗰陣時以前咧佢曾經鬧過獨立嘅。我呢個陣間我先會再講。咁咧，塔坦人都係一個突厥人嚟嘅，咁但係咧，同 Yakus 有少少唔同嘅。塔坦人嘅樣貌咧，相當嚟講咧，有啲係歐洲樣啊，有啲係亞洲樣嘅。咁佢哋可能自認係屬於歐洲嘅，佢哋未必係自認係亞洲嘅，咁咧，塔坦人咧其實都係沿住咧蒙古上面一帶咧，貝加爾湖咧，即係最大嘅淡水湖咧，一帶佢就唔係純粹蒙古人，蒙古加通古斯。即係換言之咧，佢哋同我哋中國嘅
滿族人咧嗰個祖先咧，其實嚟講有少少相關嘅。咁咧，但係後來咧就不斷咧，佢哋遊牧民族咧不斷咧就向西遷，因為佢哋後來都係蒙古嘅一個部分咧，跟住去征服咗俄羅斯，即係以前嘅基輔羅斯公國之後咧，佢哋咧曾經個勢力好大嘅，曾經統治莫斯科嘅，跟住之後就去到慢慢莫斯科興起之後咧，塔坦人嘅勢力就漸漸衰減啦。去到18世紀咧，塔坦即係呢個卡山汗國咧，俾莫斯科征服咗，咁咧自此之後咧就變為俄羅斯嘅少數民族。咁但係塔坦人咧，其實嚟講分咗好多支嘅，喺而家嘅克里米亞咧，以前咧係好多塔坦人嘅，其實佢哋都某個程度都係佢哋其中一種原居民嚟嘅。但係喺蘇聯時期好不幸咧，就咧斯大林咧就將呢啲塔坦人咧就全部去咧遣送咗去流放過去呢個中亞地方咧，好多人死咗㗎。嗱，上次我有介紹過一個歐洲運動歐洲音歌唱大賽啦 Eurovision 嘅其中一個俄羅斯嘅歌手嘅，咁嗰個咧喺2016年嗰屆佢攞第3名嘅。喺其實2016年嘅Eurovision 第1名咧係個烏克蘭人，但係本身嚟講係烏克蘭嘅塔坦人，佢有一首歌叫1944嘅《扎馬拿1944》咧，你可以聽一聽。咁咧其實就係講蘇聯時代喺2次大戰嗰陣時，啲塔坦人克里米亞嘅塔坦人流放嘅歷史啊。好啦，另外咧就係高加索人啦，高加索人係一個總稱嚟嘅，就唔係一個民族。點解我要介紹高加索咧？因為高加索係最出名係語言之山，即係高加索有百幾種語言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民族嘅，亦都部分啲高加索人咧自認咧係羅亞方舟嗰個羅亞嘅後代嘅。咁啊，包括車臣，其實車臣係好神聖嘅民族嚟嘅。點解啊？因為喺傳說嚟講咧，羅亞方舟登陸咗之後，羅亞嘅後代咧有3個。一支就係格魯吉亞人，即係 Georgia，或者如果佢本國語言叫薩夸特羅。另一支就係亞美尼亞人，佢哋叫哈亞薩，佢哋唔叫亞美尼亞，人哋叫亞美尼亞叫哈亞薩。另外咧就係第3咧就係拉赫，就係呢個車臣人。所以車臣咧最初嚟講唔係送呢個伊斯蘭教嘅，最初嚟講都係送基督教嘅。後來就慢慢變化咗之後，大部分就送咗伊斯蘭教。咁當然而家啲人聽到車臣都驚嘅，就主要其實都係因為俄羅斯以前對佢嘅統治，逼佢成為一個戰鬥民族嘅。啊，其實車臣人都好和平嘅。啊，我都有唔少車臣嘅朋友嘅。啊，咁啊呢啲後話。咁除咗啲車臣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民族。咁咧最出名嘅就係呢個阿地基亞，即係切爾克斯人啦。切爾克斯人我陣間會專門去講呢個民族嘅。至於其他啲格魯吉亞嗰啲咧，去到呢個課程嘅最嬲尾嗰2堂，我就會專門去講。高加索係一個好精彩嘅題目嚟嘅，啊，亦都係我關於俄羅斯研究嚟講咧。我專門係最有興趣係研究高加索，我反而唔中意研究俄羅斯，轉研究高加索，因為高加索個地方我住咗3年嘅，非常之喜歡呢個地方啊。咁你見到高加索民族咧，有唔同嘅，你見到服裝好似大家相近嘅，但係嚟講其實係好多唔同嘅民族嘅。啊，大家我考下大家咯，你見到左下角呢個圖咧，上面有6個男士啦，6個男士你當然見到上面有刀啦。咁另外你見到上面胸口咧，胸口嗰啲知咩嚟㗎？知係咩用途㗎？胸口嗰啲好似一串串咁嘅嘢喺個胸口鑲喺個胸口嗰度，大家知唔知係咩嚟㗎？考下大家。即係如果將來你去高加索地區咧，去旅遊咁咧一定會見得到㗎。但係咧，我希望大家都知道，知唔知係咩嚟㗎？可以打下字啊！飛鏢啊，有接近，但係唔係飛鏢，唔係雪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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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開估子彈，
子彈。係佢哋係以前嗰啲咁嘅槍咧，無塞槍，跟住就塞啲子彈落去就去打仗㗎啦啊！所以咧，如果你上次問我咧，俄羅斯係咪戰鬥民族咧？我會有少少保留嘅。俄羅斯個國家係中意打仗嘅，但係嚟講人咧未必係個個係中意打仗嘅，同埋俄羅斯人始終嚟講咧。好唔好？你住得耐，你會了解㗎啦。但係高加索人咧，就絕對係戰鬥民族嚟嘅。點解咧？因為佢係逼成嘅，佢係俄羅斯以前擴張嗰陣時，去到高加索地方咧，將呢啲係聚居喺山上面嘅民族咧，將佢逼成係戰鬥嘅。啊，其實嚟講佢哋所以咧，佢哋好得意㗎。佢哋嘅服裝上面呢啲子彈咧，係一個男士嘅服裝嚟㗎。仲有嚟講，佢哋跳舞啊，係用武器跳舞嘅，即係佢哋有例如格魯根啊，有芭蕾舞啦。佢哋嘅芭蕾舞係用劍嘅，用劍啊，用盾牌去跳嘅，係真係盾牌，真係劍嘅啊嚇。咁啊，好犀利㗎，亦都好好睇嘅啊。但係嚟講人啊，當然嚟講，其實我覺得唔係真係標行嘅，係逼出嚟嘅啊嚇。好，咁嗱，我會重點講一個叫做可能大家都比較陌生啲嘅題目嚟㗎。但係我一定要講點解呢？因為我都希望大家了解俄羅斯即係以前呢係做過啲咩嘢出嚟。其實喺我住嘅地方，我係索契啦。索契呢講話俄羅斯城市，但係其實唔係其實唔算一個俄羅斯城市，因為點解呢？好多少數民族嘅。咁但係嚟講，索契嘅原居民係乜嘢呢？如果你問外國人，好多時啲人係唔知嘅，以為可能係俄羅斯人啊，以為亞美尼亞人啊，唔係㗎，其實係呢啲人嚟㗎。呢啲人咧叫做切爾克斯人啊。切爾克斯人你見咧，佢個象徵咧，其實嚟講佢唔係淨係單一個民族嚟㗎，佢有12個唔同嘅民族。咁你所以見右上角上面嗰支旗咧，有3支箭，再加埋有12粒星嘅，代表佢有12個族群㗎。咁但係呢個民族咧係南高加索上面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居民咧，但係好不幸啦，喺19世紀咧打咗幾十年嘅高加索戰爭。高加索戰爭有啲咩受害者啊？最出名嘅受害者係車臣嘅。車臣就同俄羅斯由呢個18世紀嘅尾，直接打到21世紀嘅頭，打咗成200幾年㗎，斷斷續續咁樣打㗎。所以將車臣逼咗咧，人哋 label 咗成為話恐怖分子啊咁樣，其實唔係車臣人嘅問題，係俄羅斯人嘅問題。咁另外一個受害者就係呢個人啊。其實以前咧高加索地方好多呢啲人嘅，但係咧喺19世紀高加索戰爭，俄羅斯要將呢個據為己有嗰陣時咧，唔單止搶奪咗佢哋嘅地方，仲要係將佢哋去流放啊！流放咗去邊度啊？去咗而家嘅土耳其嗰陣時嘅奧斯曼帝國。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啲人好多時都係信伊斯蘭嘅啊，咁影響好大嘅啊。咁所以嚟講咧，你要見到咧，佢哋咧而家絕大部分喺土耳其嘅，喺俄羅斯喺我嘅居住嘅地方附近都會有好少數，非常之少數，係大致上10萬人上下，10萬人、20萬人上下嘅啊。上一次我遇到嘅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佢有問我問嗰個人打乒乓波，問佢咩人？阿 Daki 啊，我知道啦。跟住之後過咗2分鐘，佢就唔同我傾偈啦。點解啊？因為佢要禮拜啦，即係呢個穆斯林人嘅1日5次禮拜啦，就鋪咗張地氈喺個休息室嗰度，跟住就朝拜啦。咁咧嗱，你見你下邊嗰幅圖咧，1864年係咩日子咧？1864年係正正式俄羅斯將佢哋啲人趕走嘅日子嚟嘅。即係簡單嚟講，叫種族滅絕嘅。所以嚟講，你要清楚就係話咧，俄羅斯其實以前咧都做咗好多唔係咁光彩嘅事情嘅。到而家嚟講咧，即係 critical thinking 咧，我都希望大家都要知道啦。因為我自己都住喺高加索咁耐咧，我都好清楚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好啦，至於嚟講咧，呢一個比較重要嘅地方啦，塔坦斯坦共和國啦。大家可能有聽過塔坦，但係其實咧喺俄羅斯入邊嘅塔坦喺邊度咧？其實係歐亞交界，亦都塔坦
塔坦斯坦共和國喺俄羅斯嚟講相當之重要嘅。點解啊？因為俄羅斯嘅第3首都卡山就喺塔坦斯坦共和國，同埋俄羅斯有啲重要嘅工業，例如係大型嘅直升機啊。大型直升機唔係我哋一般香港見到嘅直升機啊，係可以去到工業級甚至軍事級嘅直升機咧，其實喺呢個共和國入邊製造嘅。非常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漂亮嘅城市，同埋嚟講運動之都啊！最出名嘅城市叫卡山啊！大家有冇人聽過卡山呢個地方嘛？可以打 yes or no 啊！卡山，哈哈。好重要啊！卡山。即係我希望擴闊大家嗰個歷史嗰個世界觀啊，因為卡山喺俄羅斯係人都知道㗎，係一個好特別嘅城市嚟㗎，因為佢係伊斯蘭教同埋呢個東正教基督教啊，係可以和平共處並存嘅，係一個好少數嘅一個城市，即係喺而家嚟講咁大家兩個宗教之下咁僵化咧。咁對立咧係世界好少見嘅，同埋嚟講佢好多體育活動喺嗰邊舉行嘅。咁咧其實卡山咧嗰個人口都幾多下㗎，過100萬嘅，120幾萬人㗎。你記住咧，喺俄羅斯嚟講咧，唔同香港，喺俄羅斯嚟講過100萬人嘅城市其實唔係好多嘅，都係得個10零個城市。咁咧，莫斯科當然最大啦，聖彼得堡。除咗莫斯科、聖彼得堡咧，好多嗰啲過100萬人嘅城市都係啱啱齊頭過100萬嘅。但係過100萬好緊要啊，點解啊？因為過100萬咧，就通常咧政府會可以喺嗰度起地鐵。所以卡山嚟講咧，嗰個城市發展都 OK 嘅，即係佢有地鐵嘅。當然雖然係一條線。咁有咩民族咧？俄羅斯同埋塔坦。咁啊，都係兩種語言，俄語同埋塔坦語。係官方語言，但係咧，佢個自治協議咧喺舊年已經屆滿啦，亦都普京唔打算同佢續約啦。所以嚟講咧，塔坦語喺呢個塔坦斯坦共和國咧有一個威脅，就因為咧，如果你個自治協議唔繼續嘅話咧，可以有機會學校咧唔強制會教塔坦語嘅。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啲少數民族同埋俄羅斯之間咧有啲問題嘅。咁但係咧喺即係個城市呢個卡山喺俄羅斯相當之重要啦，第3首都啦，運動之都啦。點解啊？因為好多運動會、大型運動會都喺度辦過㗎，亦都辦過 FIFA World Cup 啊，辦過歐洲際國家杯啊。舊年就辦過世界技能大賽啦，我都去過幫手做香港代表團嘅。助理啦，咁啊其實係一個唔係運動賽事嚟嘅，其實係一個技能嘅賽事嚟嘅，即係例如你整車啊、你 IT 啊、你服務啊，就呢個係奧運會嚟嘅，非常之重要嘅。原先今年會辦獨聯體運動會，但係因為個武漢肺炎咧就褪遲咗，所以嚟講咧就明年先有第1屆嘅獨聯體運動會啦。天氣咧好得意嘅 ，tropical 俄羅斯天氣，但係夏天咧就相當之熱嘅，夏天可以去到40度嘅，但係亦都可以一日之內咧由40度變到唔夠10度嘅喎。我上次喺8月喺卡山就係試過突然間由30度跌到去到5到10度，好得意嘅天氣嘅。冬天好長嘅，同埋冬天落好多雪嘅。去到3、4月就好多時一融雪就會水浸㗎啦。好得意嘅呢個卡山啊！咁咧卡山嘅歷史咧，其實即係塔坦人嘅歷史。簡單嚟講就分開5段時期啦。我簡單講一講啦。嗱，其實嚟講，大家應該會有聽過保加利亞呢個國家啦。保加利亞呢個東歐嘅國家，亦都係黑海嘅國家嚟嘅。其實嚟講咧，塔坦人咧，其中喺公元7世紀咧，有一支東移咗去到而家嘅保加利亞。變成而家嘅保加利亞人嘅，所以嚟講咧，某個程度保加利亞人咧，唔係淨係斯拉夫人咁簡單嘅，係斯拉夫人同埋呢個塔坦人嘅混合嚟嘅。咁當然嚟講，大部分嘅塔坦人就留翻喺而家呢個地方啦，即係呢個歐亞交界嘅地方變做呢個而家嘅塔坦人啦。咁咧
其實佢哋去到公元9世紀先至接受伊斯蘭教喎，原先嚟講就唔係伊斯蘭教，咩都唔係嘅，可能多神崇拜嘅喎。咁去到13世紀，去到13到16世紀咧，因為蒙古西征變成曾經變咗一個世界上最大嘅國家，咁塔坦人咧或者係蒙古嘅人都係相當之有勢力嘅。莫斯科都曾經好長時間要向呢個卡山汗國朝貢嘅，去到後來莫斯科公國興起咗，就先至停止朝貢。咁但係呢個國家卡山汗國係繼續存在嘅。嗱，附帶一提咧，卡山汗國之前嗰個前身係金帳汗國，咁係簡單嚟講就係莫斯科向金帳汗國朝貢。後來金帳汗國變做卡山汗國。好啦，去到18世紀啦，俄羅斯嘅勢力越嚟越大啦，征服咗卡山啦。咁自此之後，卡山就成為俄羅斯帝國入邊一個省。咁咧，亦都俄羅斯化啦。嗱，其中一個最大嘅轉變就係咧，卡山大學建立1803年，卡山亦都變做一個俄羅斯同埋塔坦人混居嘅城市啦。去到蘇聯時期咧，卡山就變咗係一個工業城市，非常之重要啦。亦都係蘇聯嗰陣時打衛國戰爭其中一個工業基地。咁咧，部分嘅工業亦都係繼續到而家嘅，包括重型嘅直升機。而家咧，卡山咧喺曾經1990年嗰陣時咧，曾經都好似同呢個車臣一樣想鬧獨立嘅。後來葉利欽嗰陣時咧，同佢有個 deal，就話咧，我同你簽呢個節字協議，咁咧亦都避免咗戰爭。咁咧，但係呢個節字協議，正如我頭先所講，去到舊年已經屆滿啦，俄羅斯亦都唔同佢續約啦。所以嚟講咧，未來塔坦斯坦嗰個地位咧就會比較尷尬啲。係咪叫塔坦斯坦共和國咧？未來有個問號，可能佢會降格，可能變成其他嘢。咁至於嚟講咧，喺呢個卡山入邊嚟講，有啲咩著名嘅人物咧？嗱，有啲係俄羅斯人嘅，有啲就唔係俄羅斯人嘅。嗱，俄羅斯人你見你左上角呢個叫做Grasny Jeshavin 啦，其實就係一個俄羅斯嘅作家，但係佢出生喺卡山嘅，係個早期嘅一個詩人嚟嘅。咁佢都做過好高位嘅，去到葉卡捷琳娜2世嘅皇室上面做私人秘書嘅，非常之出名嘅。如果喺俄羅斯人一定知道佢啦。跟住呢個托爾斯泰啦，上次我講過啦，佢《戰爭與和平》啦嗰個作者嚟嘅。托爾斯泰咧就讀過卡山大學嘅，但係最後畢唔到業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即係話咧大學只係人生其中一個過程嚟嘅。有啲人可能大學畢唔到業，或者可能有啲因為一啲因素輟學咧，只要努力咧，將來都會成為一個偉人嘅，會有咁嘅機會。咁至於右上角呢個咯，Gabudula Kukran 係一個好後生、英年早逝嘅詩人嚟嘅，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非常之著名嘅詩人，但係26歲就死咗㗎啦。咁至於左下角列寧啦，列寧都曾經讀過卡山大學嘅，但係俾人踢出校。所以列寧咧都同卡山有啲關係嘅。至於最後一個咯霍達索蘭比其實就係一個20世紀初好出名嘅重低音，呢個男低音大家可以抄一抄佢，應該網上面都會有佢啲作品嘅。咁運動卡山好出名啊！包括咧最出名就係足球啦，卡山紅寶石。咁同埋嚟講咧，卡山嘅冰球啦，叫做 Abbas 就係其實嚟講佢解雪炮卡山雪炮啦。佢2年前係聯賽嘅冠軍嚟嘅，KHL 嘅冠軍嚟㗎。今年佢本來嚟講去到季後賽之前都第3嘅，但係問題好不幸，今年季後賽取消咗，所以咧就冇得再蟬聯啦。
咁啊，至於有呢個排球啊、籃球啊、女排啊、籃球隊喺歐洲嚟講相當之出名嘅啊。咁呢個就係佢2年前攞咗 KHL 冠軍啦，應該叫加連杯啦，加連啦，就非常之榮幸嘅，真係，因為KHL 競爭非常之激烈，同埋差唔多每個星期都可能要打1-2次比賽咧，咁打下，咁啊變聯賽冠軍啦。好，至於咧塔坦，佢即係塔坦斯坦共和國入邊咧，其實嚟講除咗俄文之外，塔坦語相當之重要嘅。嗱，塔坦語咧，如果嚟講你係學過土耳其語咧，可以相通嘅。咁但係問題佢個文字咧，而家嚟講佢就係用呢個俄文嘅字母嘅。咁有39個字母嘅。可能有少少難。但係如果你學過土耳其語咧，就應該可以駕馭佢呢種文字嘅。我就覺得一半一半，難度嚟講一半一半。我都識講少少土耳其語亦都相通嘅。宗教咧有東正教同呢個伊斯蘭教。咁雖然佢咧塔坦人係伊斯蘭教嘅，咁但係嚟講相對嚟講比較寬鬆啲嘅。唔會好似去中東國家咁樣咧，要甩晒頭巾，甩到要冚埋面嘅。頭巾已經係好少人甩頭巾㗎啦，只係去到清真寺咧，就一定要女士一定要戴個頭巾啦，男士就唔可以短褲啦。男士如果着短褲嘅就要拉條圍巾喺個圍住隻腳啦，包住隻腳啦，咁以示尊重嘅。咁但係塔坦人有個傳統就係咧，佢唔係咁 prefer 話同嗰啲外族人通婚嘅。當然嚟講喺蘇聯統治咗咁多年之後咧，佢都有啲例外嘅，但係都相對比較少啲。咁記住咧，同呢啲人相處嘅，同塔坦人相處，記住千祈你唔好俾佢食豬肉啊！食豬肉係好大嘅侮辱。飲酒可能 OK， 但係食豬肉一定唔可以啊！記住，雖然佢哋係高度世俗化嘅，但係一定要尊重佢嘅宗教。至於卡山點樣去，好簡單。卡山去咧，如果你香港去嘅，當然嚟講，你去到莫斯科之後咧，可以揀轉機啦。亦都可以玩咗莫斯科之後咧，再坐飛機啦。但係咧，坐飛機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你去莫斯科咧係塞車塞得好犀利嘅。同埋咧，如果你係香港去到莫斯科轉咗機之後咧，去到卡山咧，就通常嚟講就大半夜㗎啦。唔建議你咁樣坐飛機嘅。所以咧，我哋極度建議你咧就係坐火車。坐火車通常可能夜晚10點或者11點左右坐火車咧，坐12個鐘頭左右嘅火車咧就到㗎啦。而且好平嘅，200零蚊火車飛就可以瞓一晚就去到㗎啦。而且去到市中心，莫斯科都係市中心，去到卡山都係市中心，所以嚟講咧，你就免卻嗰啲舟車勞頓啦。呢個係極度推薦嘅，我每次都係坐火車嘅，上次都係。咁至於卡山嘅交通咧，有地鐵，亦都有巴士啦。當然的士亦都同俄羅斯規矩一樣啦，而你要用軟件去打的啦。如果唔係嘅，人哋會開天殺價嘅。咁仲有啲自動嘅電車啦。咁咧價錢嘅25蚊盧布，唔係貴，亦都唔係平，OK 嘅。咁附帶一提咯喎，其實嚟講，如果喺俄羅斯咧，大家知唔知咧邊一隻軟件去抄交通，即係坐邊條路線係最好㗎？知唔知啊？大家知唔知？即係俄羅斯，如果你揾交通路線例如坐地鐵坐巴士尤其是坐巴士啦，知唔知用邊種軟件會比較好啲㗎？知唔知啊？唔知，我介紹一隻俾你聽。記住咧 ，Google 咧唔準確嘅，叫做 EGIS。呢個軟件就喺俄羅斯嚟講係最有用㗎啦。如果你查交通工具揾路最好㗎啦。但係通常佢都係俄文嘅，不過冇問題嘅。你可以喺 Google 嗰度打咗個名之後咧，轉咗 copy and paste 轉咗俄文之後咧，再 search 落去得㗎啦。呢個準確性好高嘅但係佢唔係俄羅斯人嘅軟件嚟嘅，好似係中東嗰啲人、杜拜嗰啲人嘅中東人設計嘅軟件，但係咧俄羅斯好通用嘅。EGIS 記住或者咧另外一隻軟件就係 Yandex。
但係 Yandex 我比較少用啲，我通常中意用 EGIS 多啲，比較準確多啲啊嚇。好，咁咧有啲咩飲食咧？當然佢有俄羅斯嘅飲食，俄羅斯嘅飲食我唔特別介紹啦啊。俄羅斯嘅飲食即係 Boss 啊、Sayanska 啦，呢啲大家去到其實俄羅斯其他城市嘅都會有。咁沙律啊，呢啲煎餅啊、Gasa 啊、Benemeni 啊，去全俄羅斯都有啦。咁奶渣啊呢啲咁嘅啲 tropical 俄羅斯嘢嚟嘅，咁好普遍。咁咧我特別介紹塔坦人嘅飲食咯，塔坦人地道飲食咯。嗱，首先嚟講最出名嘅小吃就係咧左上角呢個叫 Chacha。Chacha 咧有啲似叫做薩其馬。即係中國滿族人咧嗰個薩其馬，其實 Chacha 係啲咩嚟咧 ？Chacha 係用糖啊、蜂蜜啊去做成嘅一種甜品嚟嘅。咁係喺塔坦人嚟講係周街都有㗎啦。咁跟住另外一個 Chacha 下邊呢個啦，叫做 Halawé 啦，Halawé都係一種甜食嚟嘅，但係具體個味道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因為食過一次咁多好少係啦。咁至於嚟講有一個叫做下邊嗰個啦，下邊有個叫做approach mark，你見一個三角形咁樣啦。其實嚟講咧，佢係其實佢個意思咧喺塔坦語嘅意思咧係解5個手指咁解㗎。點解啊？因為佢係預咗你要用手拿住嚟食嘅咁其實入邊係啲咩咧？係一啲肉啦，一定唔會豬肉嘅，可能牛肉啊，可能羊肉啊，可能鵝肉啊，可能鴨肉啊。咁通常都係羊肉為主㗎啦，羊肉牛肉為主㗎啦。跟住就係有啲薯仔啊、洋葱圈啊，同有啲麵條咧就搓而成再炸出嚟嘅。呢個以前塔坦人去行軍嗰陣時咧，就好多時會用到呢個啦，因為食咗一個好飽嘅、好滯嘅，亦都好好食嘅咁另外就係有一個右上角呢個類似俄羅斯嘅煎餅啦。其實嚟講就係又係用通常都係北出嚟講都係用薯仔啊，跟住有唔同啲肉啊、菜肉啊咁樣。但係咧佢就會再加少少牛油嘅。食嗰陣時咧要加啲奶油，唔係酸奶油，係啲奶油上去食嘅，有少少似俄羅斯嘅煎餅。最後一個咧最出名就下邊呢個叫做 Beslish。Beslish 咧去到節慶上面先會用嘅，好大嚿嘅。咁咧其實嚟講咧有分大有分細，通常嚟講去到節慶就好大嚿嘅。餡料咧可以鴨肉啊、牛肉啊、鵝肉啊，咁再加啲薯仔啊、洋葱啊，跟住做完之後咧就好得意嘅。做完之後上面係一層硬咧，咁咧就會首先烤熟咗佢，跟住就會將上面嗰度最頂嗰度切咗個窿出嚟咧。再加咧，之前你熬呢個羊啊，熬呢個羊肉啊、牛肉嘅湯，淋咗上去之後咧，跟住再打開，呢個係相當之正嘅，係啊，有機會你喺卡山可以試一試下。咁卡山嚟講咧，個風景名勝都非常之多，但係咧卡山嚟講唔大嘅。卡山咧，如果你一般旅遊嚟講，我建議你3日時間啦，3到4日時間就夠晒㗎啦。因為個城市唔係太大㗎。咁最出名係卡山克里姆林宮啦，最出名，同埋嚟講最嬲尾呢個雪亞斯呢個島，呢個島就可能嚟講你要跟啲 local tour 先至去得到，因為比較遠啲咁卡山克里姆林宮就係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基本上免費嘅，同埋嚟講全天候你都可以入到場嘅喺個舊城區市中心嗰度啦。咁你見咧中間嗰幅圖咧喺到中間嗰幅圖嘅右手邊咧就有個鐘樓啦咁呢個通常係如果你係遊客入嘅入口嚟嘅。入咗之後咧
就會喺個入口嗰度咧有一個銅像嘅，就係右下角你見到一個，其實嚟講係一個塔坦再加猶太人混血嘅，當年混咗係集中營嘅，咁啊後來都自磨自死㗎啦，咁啊紀念佢嘅，佢係一個詩人嚟嘅，咁喺門口你見到呢樣嘢之後咧，一入到去咧就 Amidas 即係呢個張圖右手邊下邊呢棟樓啦，其實博物館嚟嘅，你要俾錢落去，你要俾入場費嘅。跟住呢個博物館對面咧，你見到有一個清真寺咯。清真寺嚟講咧，其實嚟講係曾經嚟講係世界最大嘅，亦都係曾經嚟講世界最貴嘅清真寺，而家就唔係啦。而家車臣嗰個就取代咗佢啦。呢個清真寺係2005年紀念卡山1000年而起嘅一個清真寺嚟嘅，呢個係後來嘅建築物嚟嘅，跟住咧，卡山克里姆林宮入邊咧有個斜塔嘅喎，斜塔。咁呢個斜塔咧，即係話左上角呢個斜塔咧有個典故嘅。當初嚟講咧，伊凡大帝征服咗卡山嗰陣時，第一次征服咗卡山嗰陣時咧，曾經係佢見到以前個亡國君主嘅皇后啊，佢想娶佢，咁咧呢個亡國君主嘅皇后咧就同佢開個條件，就話咧我要你7日之內咧起一座塔，可以望到成個卡山嘅風景。跟住佢伊凡大帝嘅就當然佢要娶呢個，為咗要娶呢個皇后嘅，就7日之內起咗呢個斜塔。原先唔係斜嘅，原先係個塔。跟住去到最嬲尾咧，呢個皇后咧登咗上去之後咧，就由呢個咧跳落嚟自殺身亡啦。咁自此之後咧，呢個變咗個斜塔啦。亦都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大嘅斜塔嚟嘅，係真係斜嘅嚇。咁喺斜塔嘅對面就有個東正教教堂啦，同埋咧有總統府。卡坦斯坦共和國嘅總統就住喺呢度啦。咁呢個就係卡山克里姆林宮。咁風景非常之好嘅。咁建議你夏天去，冬天唔好去，冬天就落大雪嘅，同埋冬天真係好凍嘅。咁呢個卡山克里姆林宮嘅地圖啦，你可以睇得到，幾大下嘅。咁咧喺呢個博物館，喺呢個卡山克里姆林宮嘅門口斜對面咧就係博物館啦。博物館相當之有價值嘅，咁但係冇英文嘅，係得塔坦文同埋俄文嘅。但係你入邊咧可以感受得到佢哋塔坦人嘅歷史，即係喺卡山入嘅歷史，相當之推薦嘅，哈哈。雖然你未必識睇俄文，但係嚟講，相當之即係我好建議你去睇一睇啊。咁爆曼大街啦，烏爾查爆曼娜就係佢嗰條步行街，都係同嗰個博物館喺博物館嘅隔離嘅一條大致上係1.5公里左右嘅步行街啦。入邊主要買紀念品成咁樣相當之即係一旅遊人係必去㗎啦，至於卡山聯邦大學啦，卡山聯邦大學點解大學我都建議你去啊？因為佢其中一間俄羅斯最早嘅大學嚟嘅，亦都係俄羅斯頭10位嘅大學嚟嘅。佢有個博物館嘅，我建議你哋有機會可以去睇，即係佢博物館唔係太大，但係咧相當之好多有價值嘅文物關於科學關於政治關於法律等等嚟講。建議你入去睇，甚至體育嘅大運村其實喺個市中心附近咧。咁簡單嚟講咧，其實而家嚟講係卡山聯邦大學嘅學生宿舍。假設將來有機會你去俄羅斯去留學嘅，如果你揀去卡山聯邦大學嘅話咧，你會住呢度啦。咁唔係太舊。2013年因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而起嘅，有。好似大致上有30-40層、30-40棟呢啲咁嘅大樓嘅，條件相對 OK
咁見仁見智，因為我聽講有啲就麻麻地嘅，咁但係咧我住過嘅，我住過都 OK 嘅，哈哈。咁咧最嬲尾咧就係呢一個喺卡山市郊嘅一個島。點解我介紹呢個島咧？其實嚟講呢個島咧，其實嚟講係當年咧一個要塞嚟嘅，塔坦人嘅一個要塞嚟嘅。塔坦人唔係，應該係俄羅斯人要進攻塔坦人嗰陣時一個要塞嚟嘅。咁所以嚟講特別推薦呢一個。咁但係如果你要去嘅就跟 local tour 去啦，好，跟住我介紹嘅城市就係索契啦。索契就係我居住咗2年半嘅城市。索契咧喺俄羅斯人嚟講相當之重要嘅。由前蘇聯去到而家咧，索契係俄羅斯人 No.1 嘅度假勝地嚟嘅。索契咧亦都係歐洲其中一個最長嘅城市嚟嘅。索契亦都係俄羅斯最暖嘅城市嚟嘅，亦都舉辦過冬季奧運會。但係大家有疑問啦，點解可以舉辦冬季奧運會啊？其實因為索契咧，我 show 翻嗰個地理俾你睇。索契喺俄羅斯嘅西南嘅，喺個黑海嗰度嘅，喺個黑海嘅邊陲嗰度嘅。隔離就係 Georgia，即係呢個格魯吉亞啦。咁索契點解咁暖咧？因為索契北邊咧，正北邊有高加索山脈，而高加索山脈咧將北邊由北極嘅氣流咧擋住，所以索契嘅市中心咧係暖嘅，冬天基本上唔會落雪嘅。咁但係去到上面嘅雪山咧就會有雪啦。雪山咧大致上係2000到3000米海拔左右，所以咧冬季奧運會咧就可以喺索契呢度舉辦啦，亦都係歷史以嚟最暖嘅冬季奧運會所以嚟講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嚟嘅。嗱，索契你見右下角呢幅圖咧，索契咧係歐洲最長嘅城市嚟嘅。咁咧你見有一條叫做sorry，行咗向後。你見索契咧有條鐵路嘅，呢條鐵路咧就係其實嘅 Trans-Caucasian 嘅 Railway， 咁咧其中一段嚟嘅。咁咧如果由索契要離開去其他城市咧，就一定要經過呢條鐵路咧向西北邊去走3個鐘頭，兩個半鐘頭之後咧，先至轉彎咧去兜入內陸嘅。咁咧相當之好睇嘅，點解啊？因為黑海係一望無際嘅，你會喺黑海，你喺黑海住嘅，你會覺得心情係好平靜嘅，唔係好似香港對住維多利亞港，你會覺得係壓力嘅。我住咗2年半嘅，好得意嘅。隔離有阿帕西亞啦，阿帕西亞即係呢個右下角呢個地方咧，將來我會介紹，係世界上其中一個不被承認嘅國家嚟嘅，但係實際上自己一個國家嚟嘅。以前喺前蘇聯時代，阿帕西亞同索契咧係連埋一體咧，係相當之重要嘅城市嚟嘅，相當之重要嘅度假城市啊！無論呢個文化啊，無論呢個經濟啊，無論呢個體育，相當之重要嘅。亦都而家嚟講係俄羅斯人好中意去阿帕西亞度假嘅，去完索契就阿帕西亞噶啦。咁遲啲我會介紹。索契咧有好多個世界之最嘅，或者俄羅斯之最嘅。最暖啦，冬天可以去到20度啦，但係通常嚟講都係5到10度左右全俄羅斯或者全歐洲其中一個最長嘅城市，145公里。另外咧，索契同時有雪山，亦都有大海。索契咧亦周街都有棕櫚樹。索契係最多療養院嘅，有65個療養院。療養院意思就唔係話你病咗去療養啊，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咧，你可以喺入邊浸溫泉啊，或者係一啲醫學治療，即係例如可能咧你有皮膚病，
或者嚟講你喺啲嚴寒嘅地方太耐咧，就你去呢啲療養院咧，佢有啲療程俾你嘅，專門有啲醫生咧。有啲醫生咁樣咧，可能做咗少少美容啊咁樣嘅，但係佢真係全部都醫生嚟嘅。咁啊，療養院啦，或者以前蘇聯嚟講係俾啲高官去度假啦，因為呢啲地方相對和暖啦，最多海灘啦，其實石灘嚟嘅，有200幾個石灘嘅。咁所以去到夏天嗰陣時咧，140幾公里咧，全部都係人嚟㗎，係啊，好誇張㗎。索契嘅人口喺夏天咧可以係升10倍㗎，由5到50萬變咗500萬㗎。所以嚟講夏天咧好人山人海嘅，亦都係俄羅斯唯一冬季奧運會嘅城市啦。全世界唯一一間奧林匹克大學啦，就喺索契啦。就呢個圖片右手邊上邊咧呢個藍色嘅建築物，就我以前喺呢度留學㗎啦。普京最中意去索契啦，每年最少10次啦。開會啊、打柔道啊、度假啊，乜嘢都係索契㗎啦。因為索契離如果莫斯科唔到2個鐘頭嘅飛機就到㗎啦。咁啊，同埋亞美尼亞人第2首都啦，有區阿力啦，阿力其實即係辦冬季奧運會嘅地方啦，就好多亞美尼亞人嘅。咁啊，所以我有個結論就係咧，索契咧最唔似俄羅斯嘅。希望大家咧以後咧可以去索契去旅行咁同時去完索契之後咧，可以去北高加索啦，同埋嚟講可以去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呢啲國家去旅行嘅咁好好玩嘅。所以俄羅斯唔係淨係聖彼得堡，唔係淨係莫斯科嘅，仲有呢啲本地人好中意去嘅地方嘅。呢個就市中心啦。左上角就係碼頭嚟嘅，呢個碼頭係大致上1950年左右起好嘅，咁以前嚟講係可以停嗰啲遠洋渡輪㗎，咁而家就全部停晒呢個遊艇嘅，咁其實佢都有遠洋渡輪，但係喺外邊嘅，咁左下角嘅火車站都係同時期嘅建築物啦，咁相當之靚嘅，咁我都成日喺度坐車，例如上雪山啊。或者離開索契去第二啲城市咁樣啦，下邊呢幅就係個旗幟廣場啦，冇咩特別，但係好多時有啲節慶咧就會喺度辦一啲活動咁樣啦，亦都係市政府嘅所在地啦。但係我最唔中意就係佢個支旗。以前我最初留學嗰陣時，佢舉係索契嘅旗啦。索契嘅旗係點樣咧？索契嘅旗咧就係你見到呢個市徽，只不過將佢拉長咗，變咗長方形。咁咧有代表有山啦，有棕櫚樹啦，有太陽啦，有海洋啦，同埋嚟講係亞熱帶嘅。咁咧我覺得索契其實唔係俄羅斯嘅。所以嚟講我中意呢支旗多過俄羅斯旗。但係後來佢又將呢支旗就變咗做舉俄羅斯旗啦，我就唔係咁中意啦。咁仲有博物館啦，市立博物館100幾年歷史㗎啦，130年歷史左右啦，大致上啦，差唔多103年歷史跟住上面有個海洋公園啦，呢個大鐘嘅其實就海洋公園嘅入口嚟嘅，亦都係呢個130年歷史至於咧索契其中一個最出名咧，以前有個小説叫做《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嗰個作者咧阿斯多斯卡話咧就係佢個晚年咧就喺呢度啦。呢一個建築物左上角呢個建築物咧，晚年佢寫作嘅建築物嚟嘅住咗2年咁多。好多有啲遊客都幾中意去呢個嘅5大嘅。咁至於下邊呢個係一個阿寬係一個小山丘，係索契市中心旁邊一個小山丘。咁咧呢座樓咧係嗰陣時一個冰樓嚟嘅，歷史唔係太長，1930年嘅冰樓嚟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冰樓上面咧，你可以睇到成個索契嘅環境嘅咁咧隔離就係一個國家公園啦。國家公園傳說咧希臘有一個神話嘅人物咧，就傳說就俾宙斯咧就囚禁起喺呢個阿寬呢座山嗰度所以佢阿寬咧有一個像咧就有一個野人，有個類似野人咁樣有索鏈就呢一個啦
咁所以嚟講，索契係幾得意下嘅，因為索契係亞熱帶咧，所以好產生咗好多同俄羅斯好唔同嘅故事名勝啊。好，咁咧至於嚟講，最出名嘅療養院喺邊度咧 ？Machesta 就係、其實就係索契市中心附近啦，向奧林匹克公園如果你揸車半個鐘頭就到㗎啦。咁入邊有5間療養院嘅，其實原先我都想放條片俾你哋睇下嘅，但係今日就唔好意思故障咧，咁所以你有機會你 take 條 link 去睇下，極之推薦。如果將來有機會，大家可能想做啲美容啊，或者女仔做美容啊，男仔可能想啲皮膚啊身體好啲咧，我建議你去呢個 Machesta 上面咧，有埋酒店有埋城㗎啦。咁非常之全國知名㗎啦，全國 number one 嘅呢個係。咁仲有綠色呢一個咧，以前係斯大林嘅行宮嚟嘅，而家係其中一間療養院。至於咧，如果你中意滑雪嘅，索契係 the best choice。我極之推薦你去索契滑雪，但係你要有翻咁上下技術。點解咧？因為索契嗰個雪場咧係奧林匹克比賽嘅比賽場地，所以咧會有少少陡峭嘅。咁但係絕對好玩，同埋嚟講相當之平。你滑一次雪過一晚嘢，可能係100零蚊港紙就可以滑咗一日㗎啦。住酒店都係100零200蚊一晚㗎。所以嚟講咧，所以嚟講好吸引好多俄羅斯人啦，或者東歐人咧嚟索契滑雪嘅。去到冬天咧，去到夏天咧就好多人嚟索契嘅市中心人山人海。但係去到冬天咧，市中心就冇人嘅。咁但係啲人咧一落飛機咧就會即刻上雪山㗎啦。咁就去呢度㗎啦。因為索契冬季奧運會咧，亦都起咗好多度假村嘅。下邊呢幅圖呢個咧，大致上係海拔650米左右啦，叫做玫瑰山莊Vostra Huta。咁咧好方便㗎，由我市中心嗰度坐火車1個鐘頭就到㗎啦。大致上係30蚊港紙左右車費，1個鐘頭就到㗎啦。由市中心你可以望到黑海，跟住之後由黑海就望到慢慢上到雪山，非常之好嘅風景，極度推薦索契真係俾我都想翻索契。嗱，呢個就係上到去上面啦，佢最高嗰個地方咧，雪場最高嘅地方2320米。喺2320米，你除咗可以喺由呢個2320米滑到去到海拔900米之外咧，仲中間咧，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高加索山脈嘅，高呢個少少嘅，2800米到3000米左右高加索山脈，非常之靚嘅風景。仲有咧，去到山腰咧就有度假村，度假村以前係選手村嚟嘅。咁所以嚟講，你喺山上面唔會覺得悶嘅，亦都唔需要落山。有夜生活啊，有日頭生活，有夜生活，有滑雪啊，咩都有㗎啦。仲有成日開 concert 啊、演唱會啊，可以所以嚟講咧，喺上面咧你可以匿1個禮拜都冇問題。呢個就係索契 Krasnaya Polyana， 即係叫做紅草地呢個地方。好啦，咁至於你落到去海邊喎，都可以見到冬季奧運會嘅遺跡喎，痕跡啦，就係奧林匹克公園啦。奧林匹克公園咧，就其實嚟講咧，中間係一個火炬啦，火炬廣場啦，跟住你有幾個場館嘅。左邊呢一個咧，有個開口呢個咧叫做 fish 咧就係球場嚟嘅。喺洲際國家杯同埋呢個 FIFA World Cup 咧，就係比賽嘅場地嚟嘅。咁唔係好大，但係嚟講相當之重要，風景相當之好我入過2-3次啦。咁至於上面有個圓揼哚嗰個咧係冰球場嚟嘅。呢個係奧林匹克公園入邊咧使用率最高嘅場嚟嘅，因為入邊有支冰球隊叫做 Sochi 嘅。咁成日都
好多唔同國家嘅人都唔同國家嘅隊咧都嚟呢個比賽嘅。普京都成日入邊打冰球㗎啦，每年佢會最少會最少出現一兩次喺入邊嘅，同埋有時咧呢個冰球館有時會改裝成一啲開幕一啲運動會啊，一啲儀式嘅開幕式咁樣嘅。咁至於其他嗰啲咧，就會攞嚟有時會舉辦係冬季嘅運動啦，即係例如呢個速度滑冰啊，例如呢個花樣滑冰啊，亦都會舉辦呢個夏季嘅項目嘅。夏季嘅項目包括係乜嘢咧？索契咧係俄羅斯武術嘅基地嚟嘅，即係打啲 martial art，即係例如係打呢個柔道啊、空手道啊、跆拳道啊、之類啊、申博啊。呢啲嘅南方嘅基地嚟嘅，好多時啲歐洲比賽啊、世界錦標賽啊，都喺索契去舉行嘅。咁所以嚟講咧，索契冬季奧運會呢啲嘅場館咧，到而家嚟講都係繼續使用嘅，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當然，索契冬季奧運會係使咗好多錢嘅。好有啲可能係貪污啊，有啲成，但係嚟講咧，喺個場地使用嚟講，同埋個文化遺產啊之類咧，係相當之好嘅 example 嚟嘅，即係一路都繼續用嘅，真係嘅。咁咧介紹完索契之後咧，其實嚟講係北高加索喺索契附近咧，加一座山，其實嚟講有五個城市嘅，有5個城市亦都係俄羅斯人一定會去嘅度假或者旅遊嘅城市嚟嘅。咁咧其實嚟講呢5個城市最出名係咩？礦泉水同埋療養院。又包括有礦水城啦，包括有上列薩沃斯啦，包括五山城啦、白捷戈斯啦，包括呢個葉仙杜基啦，葉仙杜基最出名就礦泉水個牌子啦，同埋嚟講就 Kilovsk 係最大嘅城市嚟嘅，但係其實都好細嘅，都係大致上10萬20萬人口嘅。但係咧，我有個朋友，俄羅斯朋友，最近就由莫斯科搬咗過去呢度住啦，就中意呢個地方嘅環境啦，咁呢5個城市我逐個介紹喎。先第一礦水城啦，礦水城其實嚟講唔大嘅，但係礦水城好重要，點解咧？因為如果你由莫斯科或者其他地方坐飛機坐火車咧，一定要落腳嘅地方嚟嘅。咁咧由莫斯科飛去呢個城市咧，機票好平嘅，300蚊港紙有找可以來回㗎啦。如果你係 hand carry 行李就 OK 㗎，hand carry 細嘅行李300蚊港紙可以來回㗎啦。所以嚟講，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去呢啲城市旅行。去咗呢個城市之後，就可以去其他5個城市。咁咧風景好靚喎，點解啊？因為佢可以望到周圍啲山嘅，包括全歐洲最高嘅山 Elbrus。100公里以內嘅5600幾米嘅 Elbrus 喺俄羅斯境內嘅，咁仲有可以坐火車或者坐巴士去其他4個地方。五山城啊，五山城最出名就係嗰隻鷹，同埋嚟講咧，佢偉大詩人，佢其實係緊普希金之後其中一個最偉大嘅詩人，Mikhail Lermontov 但係嚟講佢都係英年早逝，點解咧？又係決鬥，一命嗚呼。以前俄羅斯人喺帝俄時代係好中意係決鬥嘅，好多時為咗自己嘅名聲，好多時可能為咗佢嘅伴侶成日都決鬥嘅，最嬲尾就好多就死咗啦。好啦，跟住就係 Kilovsk 就係五座城之中最大嘅城市嚟嘅。咁咧最出名佢礦泉水有個牌子叫做 Rassan，價錢相對貴少少，但係咧喺俄羅斯嚟講，喺我哋嚟講會覺得呢啲礦泉水係好平嘅，幾蚊雞可能大致上6、7蚊就有支礦泉水好靚㗎啦。非常之口感非常之好，但我相對嚟講比較少飲呢隻礦泉水，我反而飲呢個葉仙杜基。咁咧療養院僅次於索契。
排第二嘅數量。咁啊，所以嚟講，大家去完索契，例如你想享受啲 SPA，咁啊，亦都可以去呢啲城市。當然最好就係夏天去會好啲，冬天有少少凍，因為冬天呢個山區嚟嘅，山區大致上海拔1000米左右，所以嚟講咧會有少少凍，會落少少雪。咁至於上嚟 Sawas 就係5個城之中最少嘅，咁但係咧佢最出名就有個泉眼。咁可以考慮去，非常之細嘅。Yessentuki 就非常之出名啦，因為俄羅斯其中一隻銷量最多嘅礦泉水就係 Yessentuki。Yessentuki 有 No.4 有 No.17嘅，咁啊，亦都係你喺超級市場可以買到個牌子嚟㗎，好平㗎，一支1.5公升可以去到港紙4-5蚊搞掂㗎啦嚇，相當之口感相當之好，你可以當汽水飲㗎嚇。日日飲呢啲咧真係健康㗎，即係咧命都長啲嘅，真係正嘅。咁咧佢最出名嗰間咧就係哈薩克嘅療養院。咁哈薩克療養院咧入邊咧就有呢2個泉眼，另外再有2號同埋20號嘅泉眼，但係2號20號而家唔用㗎啦。4號17號嘅泉眼咧到而家咧都係繼續使用嘅，非常之出名。咁咧今日我就講到咁多。呢個就係 link， 呢個就係文化嗰一 part。有冇咩特別問題啊？想問下，哈哈哈。因為陣間我就要係講係語言啦。等陣先啊，我要抄埋嗰隻過嚟先。等我一陣啊。抄埋語言過嚟。OK，得。Listen to。OK。等陣先，我抄埋上次 part 好啲，係抄埋個第一 part 會好啲。OK， 得 ，very good。好，我覺得咧，我如果 language part 嗰度咧，我會首先嚟講，我會重溫一次上堂嘅內容，即係話簡單嚟講，嗰33個字母，我會讀一次俾你哋聽，會比較好啲。睇先 ，OK。好，大家睇唔睇到我個 PowerPoint 啊？OK，嗱，我首先咧就會按順序讀多一次，幫大家重溫。
當然如果我建議咧，最好你哋有支筆啦，有支筆有機會咧，你有張白紙，即係跟住寫一寫佢字母咁樣啦，方便你記憶啦，係啦。因為俄文始終嚟講對於你嚟講係比較新嘅語言啦，咁所以嚟講我就建議你最好有機會去寫講，你可以自己試下模擬冇問題嘅。咁啊，會比較 effective 啲。嗱，好啦，開始咯喎。嗱，我讀第一次，我會讀2次嘅。好，我會順序唔停嘅。好，開始咯喎。ready 咯喎。OK，B、W、G、D、Y、U、Z、4、1、K、L、M、N、O、P、R、S、T、U、F、H、C、Ch、Sh、She。硬音符號我唔發音啦，oi 軟音符號我都唔發音，a、u、ya 嗱呢個第一個循環咯喎，哈哈。好啦，我再讀多一次，即係希望大家可以記憶啊，大家都聽到㗎嘛，啊哈。好啦 ，very good，very good，再讀多次。B、W、G、D、Y、U、Z、4、1、K、L、M、N、O、P、R、S、T、U、F、H、C、Ch、Sh、She 硬音符號 oi 軟音符號 a、u、ya。OK 嗱，我讀咗2次啦，好啦，跟住咧我就會開始第2課嘅內容啊。咁其實嚟講咧，你唔記得點樣發音都冇問題嘅，因為嚟講咧其實嚟講我每個 PowerPoint 咧我都會有語音嘅。語音嘅意思即係話我會有大致上用英文去模擬點樣讀音嘅，咁我都會讀幾次俾你聽嘅。咁咧簡單嚟講打招呼其實嚟嚟去去有 hello 啦，咁但係記住咧喺俄文嚟講咧 hello 咧同埋 hi 咧係有嚴格嘅區別嘅。簡單嚟講就係話咧，如果你一開始你見到個人你係唔熟，你係唔識佢嘅，或者嚟講係你長輩嘅，你一定要係講 hello，唔可以講 hi 嘅。如果 hi 人哋係唔會睬你嘅。所以咧 hello 喺俄文係點樣講咧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嗱，分開3個音係第一個字嚟嘅喎，第一行嘅喎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就係 hello 咁解啦，係 formal 嘅 greeting。第一次見面，如果你見到個人你係唔識佢嘅，你個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一定係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人哋回你一定都係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人哋絕對唔會同你講早晨啊，絕對唔會同你講午安啊，因為呢啲都係 informal 嘅。如果你同人講早晨啊，同人講午安嘅話咧，人哋都唔會睬你嘅。記住要一開始一定係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咁咧，但係如果大家係朋友見過面嘅平輩嘅，就 Привет。簡單嚟講，即係你哋睇到張海報咧，PolyU 嗰個海報咧，宣傳呢個課堂咧，上面嗰個字就 Привет 啦。Привет 就係大家一個 hi 咁解啦。
咁比較簡單啲。Slutty 隻發音就相對比較複雜啲，pirouette 就相對簡單啲。好啦，跟住可以 good morning 咯喎 ，good morning 咧點樣講咧？Dobre utro，Dobre utro。咁啊，簡單直譯即係話咧好嘅 morning 啦。咁啊 good morning 啦 ，Dobre utro。咁咧 good afternoon 同埋 good evening 咧順序就係 Dobry den，Dobry den，Dobry den 就係 good afternoon 啦，即係午安咁解啦。咁咧晚安咧就係、或者 good evening 啦，就 Dobry večer，Dobry večer。咁咧就所以咧你要睇咧前面嗰個字其實係解 good 咁解嘅形容詞嚟嘅，咁但係後邊嗰個咧有少少唔同嘅。早晨就係 Dobre utro，good afternoon 就係 Dobry den，good evening 就 Dobry večer。記住唔係早唞啊，記住係good evening 就 good evening 啊。咁啊就早唞係另一個字，但係我唔講啦，因為比較複雜少少。咁咧打完 hello 之後咧，可以大家 greeting how are you 咯喎 ，how are you 就咁簡單 ，gak 謝啦 ，gak 謝啦 ，gak 謝啦，呢個好常見㗎啦。通常大家打完招呼之後就跟住就 how are you 㗎啦 ，gak 謝啦。跟住咧回答通常嚟講咧，一般嚟講 I'm well，I'm well 即係咧 harasho 咧好常見嘅。因為咧好多時下啦疏好多種意思嘅，直接譯嘅就係 well 咁解。但係咧有時咧下啦疏有時可能就係話，我舉個例子啊，例如我係學生，我學生可能打電話可能去請假話今日我唔舒服啊，咁我要請一日假。咁有時咧咁啊老師有時咧回應即係話知道咗啦，咁有時都叫下啦疏嘅。harasho 嘅就唔係代表 well 咁解啊，即係代表話 I know 咁解啦，即係話好多種意思，但係咧最常見嘅意思就係話 well，即係話好咁解啦 ，good 咁解啦。咁咧如果係 nice to meet you 係點樣講咧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Очень 係解咩 ？Очень 即係 very，Очень 就 Очень 頭嗰個字叫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Nice to meet you 咁解啦。好 ，thank you 咯喎，嗱呢個你去到俄羅斯一定會用到啦，因為你成日都會講 thank you 啦 ，spasiba，記住咧唔好讀到 spasiba，好多時啲中國人講俄文咧就變咗係 spasiba 嘅，咁啊冇人會聽得明嘅 spasiba。係將 S 同埋 P 一齊發嘅 spasiba。咁咧，如果你同佢講 spasiba 即係多謝之後咧，通常啲人咧都會一般嚟講都會回應就係咧，you are welcome 啦。you are welcome 係點講咧 ？Bashalusta。嗱陣間啲 conversation 咧，我會即係會有 example 噶啦。咁 spasiba 一定係 bashalusta 噶啦。咁咧拜拜咯，拜拜又亦都係有兩種分別嘅。見過面未見過面比較正式嘅 до свидания 就係 goodbye 咁解啦。咁但係如果一般你 friend 之間你比較 informal 啲嘅就白加就係 goodbye 咁解，係 informal 嘅 goodbye 啦。嗱呢啲咧就基本詞彙，今堂會用到嘅。好啦，講少少有關俄文嘅嘢。俄文同英文有少少唔同嘅。俄文咧就會一個音節嘅。簡單嚟講就有俄文有10個元音啦，即係10個母音啦。係先10個母音。咁其實俄文嘅一節咧就係每一個音節就係以一個元音為做單位嘅。咁咧，俄文如果好正式嘅課本嚟講，會上面有一撇嘅，上面有一撇代表有重音，因為咧俄文每個音節嚟講咧，有啲音節會有一個音節係讀得特別重啲嘅。我頭先標咗紅色，上面一撇咧就係代表呢個重音，代表呢個音節就要讀重啦，就要讀重啲。
個調就要讀重啲。咁咧，所以嚟講咧，你要知道個重音係好緊要嘅。單音節嘅就唔會有重音，因為單音節就一個重音啫。嗱，你見單音節有啲咩嘢啊？第一個字他 on，lu 係一個助語詞嚟嘅，即係個係咁解啦。屋企 dom，貓 got，呢度 dut，跟住呢個嗰邊 dam，呢啲係單音節，單音節就唔會有重音標上去嘅。雙音節咯喎，嗱你聽一聽咯喎，媽媽媽媽，嗱去到第二個音節就要讀重啲嘅，即係簡單嚟講可以讀節拍就一個重啲咁嘅，媽媽係啦 ，Anna Anna 就啱到第一個音節就要重嘅 ，Anna 即係解她咁解啦，佢係女性嘅她 Anna， 跟住呢個 Ada Ada 窗門啦 Akno， 跟住另外屋企 Doma， 嗱仲有一樣嘢咧要注意就係咧個 O 啊，嗰個 O 咧如果係上面有一撇咧係讀 O 嘅，係讀翻 O 嘅，但係如果佢唔係重音嘅咧，佢會讀嘅，佢會讀個 A， 但係比較弱啲嘅所以你講你見有一個窗門 Akno， 第一個 O 咧係讀嘅，唔係讀 O 嘅 Akno， 咁同埋呢一個叫 Ada， 後邊嗰個唔係讀 Ado 嘅，叫 Ada 咁仲有多音節，有3個音節，下邊有個力三浦啦，房間啦 ，Gom Lada， 咁咧有重音就讀 O，呢個就係一個俄文最基本嘅讀音嘅規矩嚟嘅，大家要注意啊！如果唔知道重音嘅話咧，就會好大鑊，有時會讀錯字㗎。咁俄文亦都會 total 有6個人稱嘅，但係點解我要講6個人稱咧？因為俄文咧有 ya 即係我啦 ，de 係你啦 ，on 就係他啦，他係男性嘅他嘅。咁另外咧就會有一個，如果喺關於俄文嚟講咧，你係有2個你嘅，有一個你係專稱嘅你嘅，專稱嘅你，例如我讀去長輩咧會讀呢一個 we。就唔可以講 they 嘅，如果 they 係冇禮貌嘅，人哋亦都唔會睬你嘅所以俄文會有 we 同埋 they 嘅分別㗎。有時你睇俄文嘅電視劇，人哋就會問你，有時會講話，我哋可唔可以以 they 相稱啊？即係簡單嚟講，我哋簡單意思就話我哋嘅關係係咪進一步啊？即係話熟絡咗咁樣所以嚟講咧，如果係一般嚟講，我哋中國人咧，只會可能有呢個 ya they on 呢個區別，即係我你他咁樣啦，就好多時好少就會有 they 同埋 we 呢個區別嘅普通話就會有，但係唔係太常用，喺廣東人就比較少啲啦。咁要知道有呢啲人稱嘅區別啦ya they on 同埋 they 同埋 we 嘅區別啦好啦，句型咯喎，句型你睇到咧，首先嚟講呢個係咩嘢，同埋咧呢個係咩嘢嗱。首先嚟講，你睇咗右上角有六個山字啦，有啲我講過噶啦。第一個係 dom， 即係講屋咁解啦。第二個係 got， 係貓咁解啦。第三個 akno 就係 window， 即係個窗。第四就 gom lada 就係房間。第五就係 cafe， 即係我哋一般飲咖啡嘅咖啡廳啦。另外就係 coffee， 就係咖啡個名啦。正式咖啡啦，好啦，跟住我哋連結到隔離咯喎，隔離個句型喺左上角嗰度咧有2行啦。首先就 store ada，store ada 即係解呢個係咩嘢呢嚿係咩嘢 store ada，OK 啦，跟住 ada 乜啦 ，ada 呢個係乜啦，例如 store ada dom， 即係呢個係房屋啦。Store Ada got 呢個係乜嘢啊？呢隻係貓。Store Ada akno 呢個係窗門啦。Store Ada gom lada 呢個係房間。Store Ada cafe。Store Ada coffee 呢個係咖啡啦咁
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句型啦，我都希望大家會吸收得到啊，好基本嘅句型。咁另外咧有一個句型就係話呢個係邊一個，呢個係咩人？咁咧就唔用 either 啦，就唔用 store 啦，就用多啦，缺多讀咧就 KTO， 但係咧佢唔會叫極多嘅，通常啲俄羅斯人讀咧就連埋一齊嚟讀嘅，叫多就會好快嘅，就唔會聽到極多好多時有時啲中國人咧變咗叫極多，人哋聽唔明嘅多昂嗱。有男仔嘅他，有女仔嘅他，咁視乎翻呢一個嗰個人名係男定係女啦。咁啊，左右邊右下角有5個人名，第一個晏當係男仔名，所以就用 Anna。跟住 Anna 係女仔名。第3個係 Ivan， 即係 Ivan， 即係我哋英文 Ivan。跟住 Yelena 係女嘅，跟住最嬲尾係 Putin 係邊個啊？俄羅斯個總統個姓 Putin， 就唔係 Putin 啊，就唔係 Putin 啊，係 Putin 啊。俄文嘅讀音就會有少少有佢咧，有時擸住嗰啲元音咧，佢會有少少係讀弱化少少嘅，就唔所以佢你見 T 咧讀出嚟有少少賤嘅，就唔係甜嘅啊。咁啊呢個係佢哋習慣嚟嘅。好嗱，開始咯，由左邊開始咯。多昂即係話佢係邊個啊？安東，佢係安東。多安娜，佢係安娜。第3個啦。多昂伊萬，佢係 Ivan。多安娜耶蓮娜，最嬲尾嗰個咧，多昂布戰。咁咧記住咧，就千祈唔好搞錯男仔他女仔他啦，搞錯咗就好大鑊噶啦。好啦，最嬲尾咧我有3個好簡單嘅會話嗱，希望大家都可以模擬一下啊。好啦。